好，我哋睇最後一個嘅彈奏示範之前呢，我想再問同學嘅係呢：你識唔識得彈 chord 呢？咁如果你話呢，我都識得跟譜彈嘅，咁我就會繼續問啦。你係用啲咩方法跟嘅呢？又或者再直接啲，就係你用你呢個方法去跟彈出嚟，好唔好聽呢？嗱，用補習社嘅宣傳做一個比喻啦，我哋所學習嘅其實最終就係要去考試啊嘛。嗱，萬能 chord 希望教大家嘅就係我哋要識得去解題啊！我哋要打破嘅呢，就係教會敬拜唔經思考嘅問題。嗱，當司琴呢唔明白份譜所顯示嘅，而且明白當中嘅有限啦，甚至有錯，引申到敬拜主領揀歌同埋敬拜嘅時候呢，令到每首歌都差唔多，氣氛沉悶或者唔對勁，因為呢唔了解呢啲 chord 嘅運作，唔能夠靈活咁樣去彈奏。英文呢就有26個字母，背到滾瓜爛熟呢，係唔會代表我哋呢係會識得用英文去溝通嘅。網上呢有好多隨手可以揾到嘅和弦表，好多人呢只係用一個呢換算嘅手法，一音不漏咁樣呢彈出嚟。嗱，唔係咁噶嘛。嗱，好似我經常同學生打嘅比方就係呢：彈歌係好似彈樂章啊，要朗讀一篇嘅文章，唔係因為識讀裏邊嘅字詞，即係嗰啲音符啦、和弦咧就得嘅。你要掌握文章嘅結構啦、手法啦，你要明白呢個語言嘅文法，即係要學樂理啦。嗱，要活用一種嘅語言呢，需要多講啦、多讀啦、多欣賞。嗱，音樂呢都係一種嘅語言。不過敬拜司琴呢，尤其係彈現代詩歌呢，要接觸嘅音樂類型呢，其實就唔多嘅。嗱，打好基礎，慢慢進心，就會慢慢嘅進步啦。呢個呢係我認為行之有效嘅方法，所以我先至努力建立呢個嘅系統課程。其實今次幫舊譜化新裝呢，係屬於我哋 Level 7以上嘅教學嚟嘅，或者大家呢之後呢要去翻基本嘅課程呢，打好你嘅基礎。但係至少呢，今次希望你體會咗呢，彈奏呢係要經過思考嘅。嗱，透過呢本嘅 e-book， 至少呢會令你得到一啲呢比較即食嘅方法。但希望長遠引發你進步嘅係你要一邊彈奏一邊思考，你必定會漸漸揾出能夠幫自己彈得快、彈得有彈性同埋好聽嘅秘訣嘅。我係燃動音樂嘅 Tony Sir， 亦都即係音樂牧人。萬能 chord 精讀班一個3堂嘅課程，喺裏面我會環繞3樣司琴實戰嘅迷思，提出針對性嘅技巧建議同埋練習。希望唔同程度嘅司琴都可以揾到進步嘅方向，係我接近30年嘅自學實踐，加埋喺教會裏面嘅教學、全職敬拜侍奉整合嘅心得。2021年呢個課程正式命名為萬能 chord。2024年我將教學筆記同埋內容、基礎嘅部分、進階嘅精華內容整合做自學教材。已經前後推出咗超過10套。2025年歌書 2.0 嘅出版，係我將自己60首原創同埋譯作，連同推介各個單位團隊嘅歌，合共超過200首，推動教會建立敬拜曲目資源。有別於傳統嘅歌書，今次我所整合嘅係和弦譜，係現代敬拜伴奏要點樣彈好 chord 嘅練習材料。大家可以留意下有關精讀班同埋歌書 2.0 嘅最新安排同埋優惠。我喺設計上嘅少少心思，我最想嘅係敬拜侍奉學習，我可以按住實際嘅需要入手，燃動起行。我係燃動音樂嘅 Tony Sir， 亦都即係音樂牧人，希望為你嘅敬拜侍奉加油同埋打氣。